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indy 啊。如果買別墅嘅話，最擔心咧就係小區後期嘅話咧，佢達唔到一個人氣啊，會形成咧荒廢嘅別墅啊。咁如果你睇呢度嘅話咧，就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啦。佢係保利，亦都係我哋嘅央企去做噶，而且係大型嘅一個含景觀嘅一個別墅啊。最緊要就係、好多人買別墅咧，亦都係好擔心裝修嘅問題嘅，驚妹仔大過主人婆啊嘛。咁呢一套嘅話咧，亦都係帶全新裝修，可以實現你拎包入住噶。佢佔地嘅話係495平方，然之後嘅話花園咧係260平方噶，即係有2000幾尺嘅花園俾到你啊。咁佢亦都係一個含山湖河、果嶺、高爾夫球場同埋濕地多重景觀嘅一個項目嚟㗎。咁你喺屋企就可以睇到啲咁靚嘅珊瑚景觀啦。而且呢個項目自帶高爾夫球場㗎，一共係有136萬平方米嘅一個高爾夫球場啊。所以嘅話呢度呢，亦都係聚集咗好多有錢人㗎。咁呢個項目嘅話，佢有雙拼，亦都係有獨棟㗎。咁我哋今日嚟睇呢套就係獨棟別墅啦。咁睇翻呢個花園啦，佢就唔係傳統意義嗰種大花園嚟㗎，但係嘅話呢，佢亦都係有充足嘅一個休閒空間俾到你㗎。而且嘅話，呢啲綠植嘅話都係經過好專業嘅一個設計。睇翻呢啲洗手台嘅位置，呢邊入嚟呢，就係別墅嘅1樓。呢個1樓係做咗一個7米嘅一個挑空㗎，全落地玻璃窗，都係睇翻我哋嘅果嶺湖嘅一個景觀㗎。全屋用咗大理石嘅一個設計，包括我哋嘅廚房同埋洗手間，仲有我哋客廳嘅一個背景牆，全部都係用大理石㗎。呢邊呢，就係入戶嘅一個位置。咁1樓呢，佢係做咗2個套間㗎。呢邊呢，就係一個套房，睇下感受下呢度嘅尺寸同埋空間。呢間套房嘅話呢，佢就係睇翻我哋小區內園㗎，咁你可以感受到小區亦都係非常之寧靜啊。呢一個觀光梯呢，亦都係可以直接上2樓，我哋去感受翻2樓嘅一個空間。2樓上嚟嘅左手邊呢，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。你睇下呢度呢，落地玻璃窗，令到你最近限度咁樣去親近大自然啊。最正呢，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啊，淋浴浴缸、雙洗手盆都可以做到噶。而且嘅話，呢度仲帶咗一個衣帽間俾你啊。出嚟呢，就係我哋嘅一個客房。呢度有個公衞，呢邊呢就係客房啦，都係全落地玻璃窗噶。你見到嘅所有都係交樓標準，拎包入住嘅別墅。呢個2樓嘅客廳呢，亦都係可以無盡咁享受我哋嘅親子時光，甚至乎如果出邊落雨嘅話，你都可以喺翻自己嘅2樓飲杯咖啡，睇一本書，睇到嘅係兩面綠油油嘅景觀，令到你非常之放鬆啊！再去睇下3樓嘅天台，亦都係會令到你有驚喜噶。天台嘅位置呢，足足係有700幾尺噶。你睇下，可以約3、5知己過嚟 BBQ， 盡情咁享受你嘅 Happy Hour。睇下，全無遮擋嘅視野啊！喺呢度呢，你絕對揾到努力賺錢嘅意義㗎。我哋而家翻落去負1樓，再睇下你嘅娛樂空間。天台直落嚟呢，就係負1樓啦。你睇下呢度有成100幾平方㗎，可以做台球室，可以做 K 房啊。呢度呢，仲幫你預留咗一個保姆間或者係雜物室㗎。咁呢邊呢，你睇下呢度可以約晒所有你嘅朋友過嚟，盡情快樂。呢度呢個位置呢，就最適合做酒窖啦，放你最珍貴嘅酒啊！
咁我哋今日睇完呢個項目咧，就係位於金灣航空新城嘅保利天和嘅一個項目嚟嘅。咁而家呢棟咧就係最新加推嘅拎包入住套餐啦。如果你係中意嘅話，可以直接買呢一棟噶。咁如果係唔中意嘅話咧，亦都係可以買同一個戶型啦，可以按照你嘅裝修風格去設計噶。咁呢個位置咧，離航空新城嘅核心區，即係我哋嘅華發商都嗰邊咧，係3公里嘅一個車程嘅，開車咧都係幾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咁呢度咧去到我哋金灣嘅一個國際機場咧，亦都係17公里，都係20分鐘嘅一個車程咧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咁返港珠澳大橋可以經珠海大道或者係紅磡大橋咧，直接接駁港珠澳大橋咧，都係30分鐘嘅車程，再返到香港都係個零鐘嘅啫。咁如果係中意嘅朋友，評論區可以留言俾我，或者 WhatsApp 我都係可以噶。我係 Cindy，今期到呢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